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近期每個月嘅中下旬呢，大家都係關注香港失業率嘅公佈。失業率上升，有失業嘅工友呢就諗住去登記外賣平台送外賣，但係呢亦都有人滿之患，都係揾唔到工嘅。所以我係肯定施政報告規定，申請侍應生同埋初級廚師嘅僱主都要用同一工種去計算本地同埋外勞嘅人手比例，以致有一啲工作呢都係留返俾本地嘅工友。雖然局長就講過明年中先至會檢討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但係我期望政府係真係能夠繼續動態留意。倘若失業率再上升，就應該提早檢討計劃，包括將同一工種計算嘅做法係擴展去到其他嘅職位，又或者唔接受新嘅外勞申請，只係處理舊嘅申請，以至研究喺個別嘅工種同埋行業係設立外勞人數嘅上限，以減低對本地工人嘅影響。從更加闊嘅層面去講呢，除咗補充勞工計劃之外，各項人才計劃嘅申請人同埋受養人嘅人數其實都唔少。如果計及可以喺香港工作嘅人士，而又真係全部嚟香港工作嘅話呢，可能就有幾十萬。其實人力缺口都只係18萬。雖然係有人才嘅字眼，例如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又或者高才嘅受養人，以至非本地嘅畢業生，有一啲都係從事一啲月薪萬幾兩萬蚊嘅工作，亦都可能係好多本地畢業生從事嘅工作。所以我希望政府係可以全面評估所有嘅人才，連同受養人係咪成功可以填補人力推算嘅空缺呢？如果人才職位錯配，又或者係高才低用，以致影響個別行業嘅本地就業，就要有適當嘅政策調整，甚至係行業嘅限制。期望更加聚焦做到填補香港人力人才嘅缺口，兼保障本地工人嘅就業。另外，議案亦都提到非法勞工。其實喺2年前疫情啱啱完咗，剛剛通關嘅時候，勞聯嘅屬會家庭服務從業員協會呢已經有反映喺社交媒體呢可以介紹內地嘅清潔工去到屋企做年尾嘅大掃除工作。依家裝修、攝影、司機以至上門煮私房菜呢，好多行業都有非法勞工。我肯定施政報告成立咗跨部門反黑工嘅專責組，針對裝修黑工嚟香港嘅工作模式，政府有需要多管齊下去打擊。特別係當裝修嘅行業最新嘅失業率呢都已經去到8% 嘅時候，本地工友嘅失業情況呢係比較嚴重。關於內地嘅社交媒體平台嘅宣傳，特區政府可以同內地嘅部門探討加強合作，轉介懷疑涉及黑工嚟香港工作嘅廣告，以便有關規管部門呢跟進下架。而依家上門裝修嘅黑工嘅工作模式呢係較以前隱蔽。有關嘅指引呢，亦都應該與時並進同埋係完善。當局應該同物管業界商討應否更新指引，包括如何更好協助物管人員去辨識黑工，以及點樣做好訪客登記同埋識別嘅工作，以提高打擊黑工嘅成效。政府亦都應該繼續加大力度，包括巡查各個地方懷疑係有黑工工作。而喺罰則方面呢，當局喺2021年修例，提升聘用黑工嘅罰則至最高罰款50萬同埋監禁10年。但係近期嘅黑工問題明顯係有惡化嘅趨勢，而過往違反法例聘請黑工嘅判罰呢，都係離最高罰則甚遠嘅。係咪有足夠嘅阻嚇力呢？要唔要檢視罰則呢？都期望政府可以全面去檢視。主席，本人支持議案，謹此陳辭。